一見鍾情愛上你嘅劇情，亦可以係一場精心策劃嘅預謀。呢唔係乜嘢魔法，亦都唔係玄學，而係一門可以俾人掌握嘅科學。我哋好多人都以為愛情係命運嘅安排，係一次偶然嘅邂逅，係啲講唔清道不明嘅感覺。但係喺全球著名嘅情感專家利爾朗茲呢本書入面，佢用咗大量嘅心理學研究同社會學實驗嚟向我哋證明，愛情係喺相遇嘅第一秒就開始咗嘅一場精密可控嘅化學反應，而呢個過程有規律可循，有技巧可依。喺接下來嘅一系列視頻入面，我會帶住你深入精讀呢本《如何讓你愛的人愛上你》，我哋會將佢拆解成6個最核心嘅戰術。你會學識點樣令對方喺初見你嘅幾秒之內就對你產生好感，點樣通過傾偈令佢覺得你就係佢嘅靈魂知己，令對方喺你身邊感覺好到無可替代嘅終極秘訣係咩？呢唔單止係一本關於拍拖嘅書，佢更加係一本人際關係嘅武功秘笈。無論你正處於單戀、暗戀，定係想另一段穩定嘅關係重頭熱戀，呢個系列視頻都會為你提供一套完整、具體而且行之有效嘅行動指南。前面我哋講過，愛情可以係一場精心策劃嘅預謀。咁今日我哋就嚟揭曉呢場預謀嘅第一個，亦都係最關鍵嘅環節。點樣利用第一印象嘅黃金時刻，令對方喺見到你嘅第一眼就墮入愛河？你試諗下呢個場景，喺一間咖啡館或者一次朋友聚會，你見到一個令你眼前一亮嘅人，就喺目光交匯嘅嗰一瞬間，你覺得就係佢。好，而家問題嚟啦，你點樣確保喺嗰一瞬間，佢都同樣留意到你，並且對你產生咗同樣嘅好奇同好感呢？呢就係我哋第一部分要解決嘅核心問題。書入面有一句好經典嘅說話，我印象特別深刻，佢係咁講嘅：你永遠唔會有第二個機會去塑造第一印象。呢句話呢意思，科學研究話我哋知，人同人第一次見面嘅最初幾分鐘，甚至最初幾秒，就已經基本決定咗對方對你嘅整體感覺同定位。呢個感覺就好似俾一件商品貼咗個標籤咁樣，做足你想改變佢，要付出好多嘅努力。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嘅就係喺呢短暫嘅黃金時刻入面，精準咁釋放出我係一個有魅力、值得親近嘅信號。呢個信號唔係靠你講啲咩，而係靠你成個人散發出嚟嘅狀態。咁具體點樣做？書中俾咗一個好清晰嘅行動指南，我將佢總結為第一印象3步走，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步，叫做炯炯有神嘅目光。當你對一個人感興趣嘅時候，你嘅目光就係你嘅第一件武器，唔係叫你死死地咁望住人哋，咁會嚇死人嘅。正確嘅方法係令你嘅視線喺對方嘅成個面部溫柔咁停留，重點係望佢嘅眼睛同埋嘴唇嘅區域。諗下你好似喺欣賞一幅好靚嘅畫作咁，目光係柔和而專注嘅。呢種目光傳遞出嚟嘅潛台詞係我對你好好奇，我好享受望住你嘅感覺。第二步叫做挺拔自信嘅身姿，你而家即刻檢查下自己嘅坐姿或者站姿，係含胸駝背定係昂首挺胸。一個打開挺拔嘅身體姿態，係喺無聲咁話俾呢個世界知，我喺呢度，我對自己好滿意，我歡迎你嚟到我嘅世界。呢本身就係一種強大嘅吸引力。記住，喺你開口講嘢之前，你嘅身體已經先幫你講咗好多嘢。第3步叫做溫暖真誠嘅微笑。呢個微笑唔係職業假笑，而係要動用你眼周肌肉嘅虹膜笑肌聯合行動。簡單嚟講，就係一個令你嘅眼睛都微微眯埋，發自內心嘅笑容。咁樣嘅笑容係冇辦法偽裝，佢傳遞出嚟嘅信息係真誠嘅喜悅同友善。當你用咁樣嘅笑容去迎接對方嘅目光時，你哋之間嘅冰山就已經融咗一大半。好，我哋嚟回顧下呢簡單嘅3步：溫柔專注嘅目光，打開挺拔嘅身姿，溫暖真誠嘅微笑。你睇呢3步入面，每一句係需要你講出口嘅說話，佢哋全部都發生喺無聲嘅層面，係一種潛意識嘅交流。但正正係呢啲無聲嘅語言，構成咗令對方一秒心動嘅震撼力。你可能會問，呢真係有用咩？我想請大家做一個簡單嘅回想，喺你嘅生活入面，有冇一個人，你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佢嘅一個眼神、一個笑容就令你感覺如沐春風，瞬間令你產生咗好大嘅好感？如果有咁，就恭喜你，你已經親身體驗過第一印象妙手本能嘅威力。今日我哋學識咗點樣有意識咁去運用佢。當然，成功引起咗對方嘅注意，只係我哋整個計劃嘅第一步。就好似一個優秀嘅獵人，
喺瞄準目標之後，接落嚟要做嘅就係點樣令獵物心甘情願咁走近你，甚至覺得你就係佢一直喺度揾嘅歸宿。所以喺下一部分，我哋會深入第二個核心戰術——相似互補法則。點樣令對方感覺你就係佢生命中嘅另一半？我哋會學識點樣通過傾偈快速揾到你哋嘅共同點，並且令佢覺得呢個世界上冇人比你更懂佢。書中有一個好深刻嘅洞察，佢話我哋每一個人都希望喺茫茫人海中揾到一個自己嘅鏡像。呢句話點出咗人類最深層次嘅情感需求之一：被理解、被認同。當我哋發現一個人同我哋有住相似嘅經歷、共同嘅愛好，尤其是吻合嘅三觀時，嗰種原來你都係咁樣嘅驚喜，會瞬間拉近兩顆心嘅距離。呢係一種歸屬感嘅滿足，會令佢覺得喺你身邊，佢好安全、好自在。但係淨係相似就夠咩？唔係，一個完美嘅伴侶仲需要啲驚喜。所以呢個法則嘅實施都分做兩步，第一步係基礎，第二步係升華。第一步尋找相似性，成為佢嘅回聲。呢一步嘅關鍵在於，你要成為一個高情商嘅偵探同鏡子。喺初期嘅交往中，你要有意識咁去發現並且強調你哋之間嘅共同點，淺層嘅相似，好似你哋都中意同一類型嘅電影、音樂，都對某個地方心生向往。當對方提到呢啲嘢嘅時候，你可以真誠咁回應：哇，我都超愛嗰部電影嘅後勁。呢種共鳴會令佢覺得你哋屬於同一個世界。深層嘅相似呢係關鍵，你要留意並且認同佢對於人生、感情、價值觀嘅核心睇法。好似佢話：我覺得兩個人喺埋一齊，信任最重要。你就可以分享一個你關於信任嘅小故事，然後總結話：所以我完全認同你，信任確實係一段關係嘅基礎。咁樣一來，你就唔再只係一個有共同愛好嘅人，而係成咗一個與佢靈魂共鳴嘅知己。第二步，提供互補性，成為佢渴望嘅拼圖。當相似性建立咗足夠嘅安全感同舒適度之後，你就要展現你獨特嘅互補價值。問下自己，佢內心渴望成為點樣嘅人，或者佢缺少變重生活體驗，而我又啱啱好可以彌補。如果佢係個謹慎嘅計劃者，可能佢內心深處會羨慕你隨性灑脫，話走就走嘅勇氣。如果佢性格內向，中意安靜，咁你陽光開朗、善於社交嘅特質，就可能為佢打開一扇新嘅窗戶。如果佢理性務實，你感性浪漫嘅視覺，就可以為佢嘅世界增添色彩。你嘅互補性唔係叫你改變自己，而係叫你精準展示你已經有嘅，而且啱啱好係佢所需要嘅特質。呢會令你嘅存在變得獨一無二，無法取代。我哋嚟梳理下，相似性令彼此感到親切同安全，係關係嘅地基；而互補性則令彼此感到新奇同完整，係令關係升華嘅催化劑。你可以諗下，你生命中最好嘅朋友，或者你最欣賞嘅人，你哋之間係唔係有傾唔完嘅共同話題？又喺某些方面欣賞對方身上你所冇嘅特質？呢就係相似互補法則喺真實生活入面完美嘅體現。今日我哋學識咗有意識咁去營造呢一種命中整定嘅感覺。當你哋通過相似互補法則建立起一種深刻嘅連接之後，接落嚟我哋需要一部更強大嘅力量嚟鎖定對方嘅心，令佢對你嘅好感轉變為一種強烈嘅情感依賴。呢種力量溫柔而強大，佢被稱為兩性關係中最高嘅技巧。喺下一部分，我哋會揭開第三個，亦都係我個人認為最厲害嘅核心戰術——自尊按摩術。點樣通過有技巧嘅讚美，成為佢眼中無可替代嘅人？你會學識點樣令你嘅每一句讚美都好似精準嘅劍咁直擊佢嘅心扉。李爾朗茲對自尊按摩有一個好精準嘅定義，佢話自尊按摩係一門細緻嘅藝術。佢意味你令對方知道你對佢發自內心嘅認同同欣賞，令佢感覺到自己喺你眼中嘅無可替代。呢句話嘅深層含義係，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渴望被睇見、被認可嘅小孩。當你能夠精準咁滿足呢個需求嘅時候，你提供嘅就唔再只係愛，而係一種極高品質嘅情緒價值。呢種價值會令人上癮，令人唔捨得離開。咁具體點樣操作啊？我為你總結咗成為自尊按摩師嘅4步心法。第一步，無聲嘅讚美，用全身心去傾聽，呢係最重要，亦都係最容易被忽略嘅一步。當對方講嘢嘅時候，你要俾出我哋第一部分講到嘅炯炯有神嘅目光，身體微微前傾，
適時咁點頭，發出然後呢咁樣嘅回應。呢個行為嘅潛台詞係你講嘅每一句話都好有趣，我全心全意咁想了解你嘅世界。呢種被全神貫着對待嘅感覺，本身就係一劑最強嘅自尊補藥。第二步，共情嘅理解，做佢情緒嘅鏡子。喺佢分享開心、難過或者憤怒嘅情緒時，唔好急於俾出解決方案。你要做嘅係精準咁讀出並且講出佢嘅情緒。好似當佢吐槽完工作嘅煩惱之後，你可以話呢件事聽落真係令人好委屈，我感覺到你嘅無奈。呢句話就好似喺話俾佢知，我睇到咗你嘅情緒，我理解你嘅感受，我同你企埋一齊。呢種深層次嘅共情會令佢覺得你係佢最安全嘅港灣。第三步，精準嘅讚美，誇特質而非表象，呢先至係語言讚美嘅核心。唔好淨係話你真靚仔，你真犀利呢啲空泛嘅說話，要去讚美佢外表之下嘅特質，或者佢行為背後嘅品格。好似唔好淨係話你着呢件衫好睇，而係話你揀衫嘅品味真係好獨特，呢件衫嘅顏色好襯出你嘅氣質。唔好淨係話你呢件事做得好，而係話我特別欣賞你處理問題時嗰種沉穩同耐心，真係好值得我學習。咁樣嘅讚美，說明你睇到咗佢內在嘅本質，佢會覺得你係真正懂佢嘅人。第四步，溫柔咁觸碰，表達喜愛嘅回馬槍。喺氣氛啱啱好嘅時候，好似佢啱講完一個精彩嘅見解，或者做咗一個貼心嘅舉動之後，你可以望住佢嘅眼睛，真誠咁講完一句讚美，然後自然咁短暫咁輕拍一下佢嘅手臂或者膊頭，並且迅速收回。呢個短暫嘅觸碰係一個強烈嘅肯定信號，會將你嘅讚賞直接烙印喺佢嘅心入面，威力好大。我哋嚟回顧下呢四步心法：全身傾聽、共情理解、精準讚美、溫柔觸碰。你會發現呢個整個過程，你唔係喺刻意討好，而係喺用心咁睇見對方。你好似一個技藝高超嘅工匠，喺精心打磨佢嘅自我價值感。當一個人喺你呢度獲得咗喺任何其他地方都冇辦法獲得嘅自信同愉悅時，佢嘅心又點會捨得離開你呢？通過自尊按摩，你哋已經建立起咗極其深刻嘅親密感同依賴感。咁點樣令呢份親密感自然咁滋生出獨一無二嘅浪漫同激情呢？喺下一部分，我哋會探討一個微妙而關鍵嘅話題——慾望觸發器。點樣喺尊重對方嘅前提下，微妙咁激發佢嘅浪漫想象，令關係從知己走向戀人。經過前面三部分，我哋已經走過咗好長嘅路，從初見嘅經驗到知己般嘅共鳴，再到建立起深厚嘅情感依賴。而家你哋之間可能只差一層薄薄嘅紗窗紙。點樣令呢份美好嘅情誼自然咁滋生出獨一無二嘅浪漫火花呢？今日我哋就嚟傾下呢個微妙而高級嘅環節——慾望觸發器。請注意，我哋講嘅絕對唔係直白嘅進攻，而係一種喺尊重與好感嘅基礎上，喺潛意識層面播下心動種子嘅藝術。目的係令佢開始對你產生浪漫嘅想象，令關係從你唔錯飛躍到我為你心動。書中對呢件事有一個好巧妙嘅比喻。佢話浪漫的慾望通常唔係被直白嘅信號點燃，而係被啲細微巧妙，好似不經意嘅暗示所喚醒。呢個話點出咗關鍵，最高段嘅吸引力往往發生喺潛意識嘅戰場。你要做嘅唔係大聲宣佈你嘅意圖，而係好似一個優雅嘅藝術家，用最細膩嘅筆觸喺佢嘅潛意識圖紙上輕輕勾勒出浪漫嘅可能。咁呢啲細膩嘅筆觸係咩？我為你總結咗三種高級嘅暗示方法。第一種係語言嘅暗示，喺傾偈中落心錨。喺日常傾偈嘅時候，你可以自然咁植入一啲帶有輕微親密色彩嘅詞彙，嚟靜雞雞改變傾偈嘅氛圍。好似喺討論未來計劃嘅時候，你可以話：如果明年我哋可以一齊去嗰度睇下，感覺會特別好。呢句話入面嘅我哋就偷偷地描繪咗一個共同未來嘅畫面。或者喺佢完成一件事之後，你可以話：唔知點解你總係可以俾我一種好安心嘅感覺。呢句話既讚咗佢，又含蓄咁表達咗你對佢嘅特殊感受。呢種語言好似喺平靜嘅湖面落咗一粒石頭仔，漣漪會喺佢心裏慢慢蕩漾開去。第二種係眼神嘅暗示，拉長目光嘅瞬間。經過我哋之前講嘅炯炯有神嘅目光，呢度需要更進一步。喺傾偈傾到愉快或者動情嘅時刻，你可以令目光喺佢嘅一隻眼上停留一陣，然後慢慢咁移到另一隻，再短暫咁望落佢嘅嘴唇，最後重新迎上佢嘅目光。
呢個過程要好自然迅速，但佢傳遞出嚟嘅潛意識信號係強烈而微妙㗎。我唔單止係聽你講嘢，我更係欣賞你成個人。呢個瞬間嘅拉長會製造出短暫嘅充滿張力嘅氣泡時刻，好似整個世界都慢咗落嚟。第三種係行為嘅暗示，製造不經意嘅特殊。呢係最關鍵嘅一步，即通過一啲好輕微嘅合乎情理嘅觸碰嚟傳遞心意。呢個觸碰必須發生喺有正當理由嘅時刻，好似佢講咗一個好搞笑嘅笑話，你大笑嘅時候可以輕輕拍一下佢嘅小臂，並肩行街嘅時候可以因為一個偶然嘅引導，好似避開車輛而短暫咁輕輕咁扶一下佢嘅後背。要領係觸碰嘅部位必須係非敏感區，好似小臂、手背、膊頭，時間必須好短暫，一觸即收，好似純屬無意。呢個行為嘅魔力在於佢越短暫，越合乎情理，就越會令佢事後反覆回想啱啱嗰個觸碰到底係咩意思。正正係呢種回味令心跳開始加速。感謝你一路嘅陪伴，希望呢個視頻可以成為你通往幸福之路嘅一份實用地圖。呢個6部曲嘅精讀視頻就喺呢度畫上句號。呢6個部分入面，你覺得邊一個技巧對你啟發最大？或者你已經嘗試咗邊個，並且見到咗效果呢？好期待你喺評論區分享你嘅故事同心得。如果呢個系列對你有幫助，點個讚先啦，或者分享俾身邊需要嘅朋友。祝願每一位用心嘅人都能夠收穫自己想要嘅愛情。拜拜。好啦，閱讀會到呢度，我哋整個利爾朗之如何讓你愛的人愛上你嘅精讀系列就全部結束咗。我哋一齊簡單咁回顧下呢條清晰嘅路。我哋從第一印象開始學習點樣精準咁釋放吸引力信號，然後通過相似互補法則建立深層次嘅共鳴同連接，再用強大嘅自尊按摩術成為佢眼中無可替代嘅人。通過微妙嘅慾望觸發器，令關係從知己升華為戀人，依靠攻心對話術，令靈魂嘅連接力久彌新。最後用今日我哋講嘅長期經營智慧，守護好呢份來之不易嘅愛。呢條路徑唔單止係為咗令你得到愛，更加係為咗令你有能力守住愛，並且享受愛。最後，我想將書中最本質嘅一句心法送俾你，佢亦都貫穿咗我哋整個系列。愛情嘅終極秘訣在於，你能夠令對方感覺到同你喺埋一齊嘅佢自己有幾咁美好。從第一次目光交匯到往後餘生嘅每一日，如果你能夠始終堅持呢一點，咁你收穫嘅將唔單止係你愛的人，更加係一段高質量、充滿魅力嘅親密關係。第二塊基石叫做持續製造微小驚喜，對抗麻木感。呢度講嘅唔係昂貴嘅禮物，而係用心營造嘅打破常規嘅小小波瀾。做法可以係喺一個普通嘅周三晚上，突然帶佢去睇一場佢提過嘅電影，可以係靜雞雞學整一道佢最愛食嘅菜，亦都可以係喺佢放工返屋企嘅時候，見到你留低嘅一張表達想念嘅溫馨字條。呢啲微小嘅不可預測嘅快樂，能夠持續為關係注入活力，有效咁對抗時間帶來嘅麻木感。第三塊基石叫做令感激與讚美成為日常習慣。呢係自尊按摩術喺長期關係中嘅日常應用。唔好將對方嘅付出當作理所當然，做法係真誠咁為佢做嘅日常小事表達感謝。多謝你今日主動執咗廚房，令我輕鬆咗好多。同時唔好停止讚美，尤其是當佢為你做咗一件事之後，話俾佢知有你真好，你總係可以諗到我心入面去。呢種持續嘅正向反饋會令對方感覺到自己嘅價值被一直睇見，從而源源不斷咁願意為呢段關係投入。本書喺關於長期關係上俾咗一個好清醒又充滿智慧嘅提醒。愛情唔係一次成功嘅狩獵，而係一世溫柔嘅守護。呢句話話我哋知，得到愛只係考試嘅開始，守護愛先係真正嘅必修課。佢需要我哋放棄從此王子同公主過上幸福生活嘅童話幻想，轉而用一種積極智慧而且充滿創意嘅心態去主動經營呢段關係。要實現長期嘅迷戀，需要構建三大基石。第一塊基石叫做保持部分獨立，做熟悉嘅陌生人。好多人喺熱戀之後恨不得同對方合二為一，但呢一刻係喪失吸引力嘅開始。真正嘅親密係兩個獨立個體嘅相互吸引，而唔係一個人吞沒咗另一個人。做法係你務必保留自己嘅興趣愛好、社交圈子同個人空間，同時鼓勵對方都咁做，
然後將你哋分開活動時吸取嘅新鮮養分帶返你哋嘅關係中分享，呢會令你喺佢眼中永遠保有一絲神秘感同新鮮感，成為一個佢既熟悉又常看常新嘅寶藏。掌握咗令關係持久嘅溝通心法，我哋呢個系列都即將迎來最後一戰。喺下一部分，亦即係我哋嘅收官之作中，我哋會將所有技巧融會貫通，談一個終極問題：長期迷戀嘅秘訣，點樣令已經得到嘅愛唔俾時間沖淡，反而喺日復一日嘅相處中沉澱出更醇厚嘅滋味。我哋從最初嘅驚鴻一瞥，一路行到而家嘅深情相伴，我哋學識咗點樣吸引，點樣靠近，點樣點燃激情，又點樣深入靈魂。但最後一個，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問題，就係當愛情已經從一場熱烈嘅追逐變成咗握喺手中嘅安穩，我哋該點樣避免佢變得麻木和平淡？點樣令呢份愛成為一種令人長期迷戀、永不厭倦嘅癮呢？今日我哋就嚟揭開呢個終極秘訣——長期迷戀嘅秘訣。呢已經唔再係某個單一嘅技巧，而係一種融入日常嘅相處智慧同心態。第三層叫做分享你嘅柔軟，交換最真實嘅靈魂。呢係最強大嘅一步，叫做自我披露。想令對方對你打開心扉，最有效嘅方法就係你率先冒啲險，主動分享自己嘅一啲真實感受，甚至係一啲無傷大雅嘅脆弱或者語事。可以話，聽你講呢件事，我諗起我之前都犯過一個類似嘅錯誤，當時我覺得特別懊惱。你呢個行為等於喺向佢發出一個強大嘅信任信號，我相信你係安全嘅，所以我願意俾你睇到唔完美嘅我。都會好大咁鼓勵佢都對你做出同等嘅回應，從而實現真正深刻嘅靈魂交換。我哋嚟回顧下呢三個層次，從探尋內心到無聲共情，再到主動自我披露。你會發現呢整套方法嘅本質係創造一個絕對安全嘅溝通場。喺呢個場域入面，你哋可以放心咁展示最真實嘅自己。當一個人可以喺你面前完全放鬆，唔使偽裝，唔使擔心俾人評判嘅時候，呢種連接嘅深度同吸引力係任何外在嘅浪漫形式都冇辦法比擬嘅。要實現呢種深度對接，我哋可以按照三個層次，由淺入深咁推進。第一層叫做摸開表面，探尋內心。當對方分享一件事嘅時候，唔好只停留在事件本身，試下探尋事件背後嘅情緒同想法。範例，當佢話我今日俾領導表揚咗，普通回應係好犀利，而公心回應係睇得出你真係好開心。完成嗰個項目嘅過程中，你覺得最令你有成就感嘅係邊一部分？呢個簡單嘅追問，就將傾偈從分享好消息嘅層面拉到咗分享成就感同價值感嘅更深層次。第二層叫做無聲嘅共情，最有力嘅擁抱。有時最高質量嘅理解唔需要言語。當佢情緒低落，向你傾訴煩惱嘅時候，唔好急於俾出建議同解決方案。好多時候，佢需要嘅唔係一個問題解決者，而係一個情感共鳴者。你可以望住佢輕輕咁講一句：呢件事真係令你好難受，我感覺到，或者簡單咁俾佢一個安靜嘅擁抱。呢種我懂你嘅感受嘅姿態，比任何你應該點樣做嘅建議都更能直擊內心，令佢感到被接納同安全。如果話我哋之前學習嘅技巧，好似為愛情之火加咗最猛嘅柴，令佢喺瞬間熊熊燃燒，咁今日我哋要探討嘅就係點樣守護呢團火焰，令佢唔單止可以持續燃燒，仲可以越燒越旺，永不熄滅。呢就係被稱為關係壓艙石嘅攻心對話術。佢嘅目的係令你哋之間嘅溝通永遠都可以觸及靈魂深處，令佢唔單止喺熱戀時視你為知己，更加喺漫長嘅歲月入面，依然覺得你係世界上最懂佢嘅人。係一本佢永遠都讀唔厭嘅書。書中對呢件事有一個好精妙嘅論述。佢話一段關係能否持久，取決於你哋之間進行嘅究竟係表面信息嘅交換，定係內心世界嘅對接。呢句話點出咗問題嘅核心。好多情侶行到後來冇嘢傾，唔係因為愛消失咗，而係因為佢哋之間傾偈嘅內容始終停留在今日食咩、工作忙唔忙呢啲層面，仲未真正觸及彼此嘅內心。攻心對話術就係教你點樣完成呢種深層次嘅內心世界對接。我哋嚟回顧下呢三重暗示：落心錨嘅語言、拉長瞬間嘅眼神、不經意嘅特殊觸碰。你會發現整個過程冇一步係冒犯嘅，佢完全建立喺之前建立嘅舒適感同親密感之上。
你只係喺引導對方，令佢自己主動去諗你哋之間浪漫嘅可能性。當佢嘅心開始為你加速嘅時候，關係升華就係水到渠成嘅事。當浪漫嘅火花已經成功引燃，我哋該點樣守護呢束火焰，令佢持續燃燒，甚至歷經時間都唔熄滅呢？我哋會進入長期關係嘅核心探討，攻心對話術點樣通過高質量嘅溝通，令佢始終視你為靈魂知己，令熱戀嘅感覺永不降溫。